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老假期嘅 YouTube。大家中意北上、玩樂、按摩、揼骨，有冇諗過而家大陸已經有最新嘅特別玩法？最新留意到，原來已經出到新婚洞房主題，仲有分中式同西式俾你揀。我哋喺呢個專門講大陸按摩揼骨嘅頻道，見到最新有2個影片，大家首先睇下。真的假的？法式婚禮398，然後中式婚禮就是298。哦，那我感覺用398娶你這麼漂亮的美嬌娘，非常的划算。你好，你好，新開的是吧？嗯，就那個道家結婚是吧？對，哦，怎麼這麼好看？似曾相識嘛，有一種。似曾相識嗎？哎，好像哪裡見過你嘛。哦，像娶你這麼懂事的女孩的話，要這個多少彩禮啊？這個中式婚禮的話，你可以猜一下，2-3張就可以了。哦，就你們的這個中式婚禮就2-3張就可以了。對啊，季節限定。哦，就限定版的。見到影片標題寫住深圳足浴，相信大家都有個疑問，就係道德喺邊、底線喺邊、地址喺邊。我哋細心啲留意影片，見到個牌寫住嘅月亮到家，我哋初步睇過資料，好似唔係深圳，相信有機會係杭州。照計深圳應該冇呢種玩法。喺呢個競爭咁激烈嘅市場入面，如果可以有機會，大家只係俾幾百蚊就玩到呢個婚禮主題，你演繹新郎哥，老師就係新娘子，着住婚紗或者裙褂喺一個充滿節慶主題房度，1小時的愛情故事應該都幾震撼，仲可以演繹角色扮演。除咗洞房之外，其他嘅事情都可以試探。到底呢個係抖音嘅短劇定係真？咁多位睇到影片嘅觀眾，不妨一齊研究一下。如果仲有新發現嘅，一齊交流。中意呢個影片嘅，記得訂閱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